大家好，我哋魚眼雷達啱啱起步，好需要大家嘅支持。你哋每一個訂閱都係我哋繼續精質嘅最大動力，多謝大家好，多謝支持。雷達今日要同大家探討下，就係成日被人擺上台講嘅姜糖盲撐論。成日都見到有網民話姜糖盲撐姜濤，咩先至叫盲撐先？點解姜糖成日被人標籤做盲目支持？係真嘅唔理好醜定係網民睇唔過眼？準備好未？我哋一齊理性拆解呢個現象。首先搞清楚咩叫真盲撐。是但講啲例子，如果你發現有個粉絲，佢嘅偶像明明做出啲嚴重違反公眾道德同專業操守嘅事，證據確鑿，佢都可以話全世界陷害佢，佢只係壓力大。偶像表演明顯失準到連你阿媽都睇得出，佢都可以讚話佢突破晒所有框框。唱歌走音，明明耳朵流產就講到耳朵懷孕，明明窮到窿為咗賣偶像代言產品，要食成個月公仔麵都仲要買，仲要大聲話支持偶像唔使計較金錢。呢啲先係真正盲撐，簡直係用愛發電升級到用愛短路嘅境界。但係另一方面，我哋都要分辨清楚咩叫做主觀審美差異。就好似有人話姜濤把聲唔啱佢聽，跳舞唔啱佢睇，點知姜糖一開聲話好聽好睇，就立即標籤係盲撐，咁樣其實有欠公平。呢個世界本來就係各花入各眼，有人中意飲齋啡，享受嗰種苦澀回甘，有人偏愛奶茶，仲要落足3粒糖先覺得夠甜。正所謂鹹魚白菜各有所好，你話醜我話靚啊，係咪先？好似啲人成日話姜濤跳舞好似打功夫咁，佢啲歌配舞又好難扭身扭勢嘅，唔通唱鏡中鏡唔係喺度掃，而係喺度扭咩？姜糖覺得好有型，咁就話盲撐，其實都好唔公平㗎。呢個世界邊有統一審美標準啊？即係每年嘅選美冠軍都會有人話好醜一樣道理。所以話鬧人盲撐好多時好容易，但分清楚自己係唔中意佢把聲定係唔中意佢呢個人，定係為反而反先。講到粉絲經濟買代言產品，又話姜糖亂使錢買，如果有能力的話又有咩所謂啫？大把人1萬幾千買對波鞋都係咁啦。相信姜糖會好識精打細算，限量版會買嚟收藏，實用性高嘅日常用品會量力而為，仲會互相提水叫大家理性消費。呢種消費模式同你中意儲波鞋、買模型一樣，都係基於對心頭好嘅一份情感價值，而呢份價值根本唔能夠用金錢嚟衡量。其實我哋仔細諗下就會明，好多時盲撐嘅指控都係源於審美差異。你覺得難聽嘅歌聲，人哋可能覺得感動；你覺得普通嘅舞技，人哋可能見到熱誠。好似姜濤首 Master Class， 有人覺得首歌嘅雷鬼動節奏好新鮮好上癮，但亦有人可能唔太習慣呢種香港廣東歌比較少見嘅曲風。咁邊個先係對呢？根本就冇標準答案。最重要係要學識分辨咩叫做建設性批評，咩叫做惡意攻擊，咩叫做真心支持，咩叫做盲目護航。一個高質粉絲其實就係偶像嘅最佳戰友，佢好掂嘅時候，我哋瘋狂打 call； 佢失手嘅時候，我哋亦唔需要扮睇唔到，善意提醒先至係正路。與其公開插到開花俾 hater 抽水，不如學識關起門來講真心話。姜濤都叫大家寫信俾佢，咁咪用呢啲直接渠道咯。真支持唔係盲目吹捧，而係有嗰句講嗰句，分別在於係咪揾對場合同用對方法。最後講句，盲撐係蒙眼過馬路，真愛係睇燈行斑馬線，就算係綠燈都要睇清楚先好行。呢啲只係雷達少少嘅意見，唔知你又點睇呢？留言區等你理性討論。如果中意雷達理性吹水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撳個鐘。雷達靠你撐。影片就到呢度，多謝收睇。如果中意我嘅內容，誠意邀請你訂閱、讚好、留個言。你嘅支持對我好重要，想再支持多啲呢個講真話嘅頻道行落去，
歡迎撳下面個 Thanks 掣請我飲杯咖啡，大家互相支持，真係好多謝你。雷達靠你撐，下條片見。